佢就話後生嗰陣因為壓力嘅問題啦，咁而家年紀大咗，做護士都好忙碌啦，成日用腦啦，會唔會呢個係佢導致頭髮比較甩得快嘅原因呢？以你嘅經驗，呢個咧，如果係後生時期咧，譬如話壓力大啊嗰陣時候咧，即係頭又出現過多分泌嘅話咧，佢注重個頭皮嘅清爽嘅話，佢可以即係逃避呢一劫嘅。即係譬如用得啱嘅，即係洗頭水，或者自己可以釋放個壓力。即係佢自己都話啦 ，total 計300幾條啦，又生翻100幾條，即係佢係好注重頭髮，即係注重健康嘅一個人。如果嗰陣時開始佢選擇性嘅。即係揾到一個好嘅產品嚟幫一幫咧，就係有輔助性嘅作用嘅，係啦。咁啊，第一次見佢咧上嚟公司咧，佢個頭油咧係分泌得係異常嘅過多，同埋頭皮係浮腫嘅，係啦。咁啊咧，而每個髮根咧下邊咧都有即係頭悶，係啦，都有一堆蟎蟲咁樣嘅，即係好似表面上睇係好似脂溢咁樣嘅，其實唔係嘅。因為我都去過你嗰度啦，咁啊亦都用嗰啲即係好特別嘅儀器，即係睇過啲頭皮咧。原來即係當你嘅頭皮，可能好多聽眾都睇過，頭皮放大咗咧，原來你真係唔知道，原來洗得個頭好乾淨，原來個頭皮都係好多問題。我想問下 Lily， 咁係人都有壓力噶啦，香港人個個都有壓力噶啦，一出世就喺壓力之下生活。點解有啲人喺個壓力之下頭髮就冇事？譬如黃生咁後生嗰陣要應付考試，壓力之下要令到頭髮會甩嘅咧吓？點解會咁樣嘅差別嘅咧？如果咧係壓力大嘅話咧，你自己或者即係可以釋放個壓力。咩叫釋放壓力？即係你可以，譬如話我哋嘅人咧，每日即係無論細胞喺度更新緊啊嘛。即係好似佢都話即係嗰度拉嗰度都喺度生緊啊嘛。咁啊，如果你係釋放個壓力嘅話咧，人咧即係一緊張或者憂鬱咧時，你可以中和翻好多樣嘢嘅。咁啊，如果你長期嘅壓力同埋咧，即係譬如話睡眠時間，特別係睡眠時間，壓力係其次。如果你連壓力加埋你瞓覺嘅時間都唔夠嘅話咧，咁啊變咗你嘅腦咧，即係今日就即係個人好攰，好缺氧嘅。咁啊嗱，生活習慣我想問多少啊 Lily？ 嗱，香港人就煙酒啊、飲食啊，同埋即係唔夠瞓啊，其實有咩辦法可以改善到，令到頭髮即係就算唔做療程都咧，起碼都能夠個底做得好，就係頭髮可以健康啲嘅。呢個咧第一時間必要嘅條件咧就係咧即係身心健康嘅，即係個身體即係一定要健康啦，適量嘅運動啦，健康嘅飲食啦，充足嘅睡眠啦，係啦。咁啊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俾外界嘅感染，即係譬如話染頭髮或者電頭髮或者抽嘢啊，嗰種嗰啲即係雖然即係。耐唔耐咧玩下咧就即係冇乜問題嘅，咁啊如果你係話長期，譬如有啲人即係長期嘅染頭髮或者長期嘅遮頭髮都會有個影響喺度。